呢個咧實際係叫第一個回合，實際呢個係第一個回合嘅備忘錄。咁咧實際個主要內容係咩咧？係 time out，即係打籃球啊，中間要停啊嘛，攞唔攞要停啊嘛。咁 time out 咧呢樣嘢咧，大家要休息。time out 即係話大家要休息。咁咧就伊朗嗰邊就喘氣啦，喺度佢都喺度想回復翻啲咁多嘢。實際未阿 Trump 都要喘氣嘅，點解咧？你睇到啦，嗱最知嘅結果你就睇到明啦，油價跌翻落嚟，啲股票升翻上去，咁啊證明佢呢個喘氣啊，大家喺度喘氣咧係有作用嘅，而且阿 Trump 去到 G7嗰陣時咧非常之好，因為佢嘅結果喺嗰度結果啊，即係起碼停咗啊，唔係話完成咗啊。起碼停咗戰爭，開放翻嗰條荷爾莫斯海峽，啲船喺度出緊嚟。佢去到法國嗰個 G7開會嗰陣時咧，下邊嗰班友啊，嗰班歐洲嗰班友咧，非常之即係欣賞佢啊，同埋完全支持佢所有嘢。原本呢班友啊，原本唔支持佢，一開始嗰陣時基地又唔俾佢用，領空又唔俾佢用，咁咧，但係今次咧喺G7開會嗰陣時咧，佢雖然有一個階段咋，咁就起碼咧去到嗰度咧，人哋贊同佢嘅做法。如果佢唔停一停啊，嗱呢樣仲有實際停一停啊，即係如果唔呢樣停一停嘅話咧，仲打緊嘅話咧，佢去到G7就冇呢個面子噶咯。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呢個咧嗱，伊朗嗰邊嗱而家都俾佢啲船出嚟。佢差唔多可以攞到十億美金度啦。今次佢放翻嗰啲船出嚟咧，佢可以攞翻10億美金。咁佢直情窮到啊！呢班友窮到糧都出唔到。咁咧就即係阿 Trump 放佢一馬，佢又放阿 Trump 馬。實際兩邊都喺度一種即係等於回翻啖氣啊！你唔好以為阿 Trump 冇壓力，阿 Trump 國內壓力多到不得了。嗰啲主流媒體跟住好多人憎阿 Trump 噶嘛。呢個世界佢喺美國好多人真係呢班人俾佢壓力。咁當然咧，同樣咁做咧，阿 Trump 咧就同嗰班所謂鷹派啊，想打到伊朗，打死伊朗，同嗰班人咧就即係嗰班人唔開心嗱，嗰班人唔開心。咁以色列唔開心，以色列咧就想打到盡。但我長遠嚟講，阿 Trump 做緊嘅嘢咧，佢實際咧就佢呢個諗法都唔錯，即係用大家一齊發展經濟，即係揾錢啦，大家一齊揾錢嚟代替大家一齊打仗。咁呢個佢呢個係思維嚟嘅。嗱，上次喺加薩佢咪係咯，加薩佢就搞我哋攞加薩變成一個地中海嘅度假勝地啊！即係好似杜拜咁樣樣，咁好多國家嚟，但以色列冇去到啊！以色列咧，佢哋猶太人咧，即係又係個古老嘅民族啊，嗰個仇恨啊擺唔低啊，佢哋一定要消滅敵人為止。但係 Trump 咧就唔係，阿 Trump 話衰人都可以利用嘅啫。你睇佢喺委內瑞拉，你諗下雖然捉咗馬杜羅啫，馬杜羅下邊好多人噶嘛，嗰班都係衰人嚟噶嘛。但係 Trump 話只要你肯聽話。你肯從良改翻正你聽我講，我可以用翻你。所以阿 Trump 而家嘅做法咧就係咁樣樣，即係喺委內瑞拉你就睇到佢啦。卒之嘅結果咧就唔錯喎，卒之結果當然咧有缺點，但好似嗰個攞咗諾貝爾獎嗰個委內瑞拉嗰個女仔啦，嗰個女人咧都翻唔到去住。但係嗰啲懂得抗爭同懂得管理政府唔係一類人嚟嘅喎。即係我哋香港都係啫，啲黃絲同埋嗰啲喺公務員唔係一類人嚟嘅喎，所以佢而家嘅做法，佢就希望佢希望唔係分到好多個回合而家第一個回合就佢分到好多個回合，就叫佢即係交翻晒嗰啲合原料出嚟，跟住咧政府點又唔俾佢支持嗰啲恐怖分子，佢要希望咧用一步一步呢個。下邊個回合，每你做到一個回合咧，我就俾翻啲錢你。你俾翻一啲喎，唔係全部啊，俾翻一部分嘅錢你。即係你行一步咧，我就俾一步錢你。即係佢咁樣樣，佢啲錢咧唔係美國出嘅，佢啲錢都係佢本身都有錢㗎。伊朗本身嘅錢，不過俾美國凍結咗啫嘛。咁佢咪可以分結，而且咧佢而家咧
講咗咧，話俾周邊嘅國家嚟投資伊朗喎。嗱，你有冇睇住而家伊朗咧可以佢而家咧一日啊，你睇到佢話戰爭一日唔見咗5億啊，每日5億喎，每日蝕咗5億啊！佢如果正常啊，有投資啊，有新嘅投資，冇制裁嘅話咧，伊朗啊，一日可以賺15億5億係15億，即係2倍。咁咧，如果你有人肯投資啊，佢話想整個基金啊嘛，中東整個基金啊嘛，就3000億啊嘛。如果你3000億呢個基金嚟管理咁由美國嚟控制伊朗，唔俾佢做啲衰嘢，真係投資落去啊！佢嗰個額外嘅利潤啊，原本係5億啊嘛，嗰種佢自己前嗰啲係屬於伊朗嘅額外利潤10億喎，每日10億喎。即係投資3000億可以每日賺10億喎，好犀利噶啦嘛！咁你10億你乘12就係120億喎，即係差唔多2-3年咧就翻本，即係個回收係好到不得了嘅。但係一定要嗰班友唔可以攞啲錢去咗搞嗰啲恐怖分子，支持恐怖分子有冇搞導彈、搞原子彈、搞呢啲咁嘅嘢？即係呢個國家資源豐富到冇得頂啊！第一石油，第二天然氣。天然氣從來未出口過，佢自己用嘅。但係佢天然氣仲多過卡塔爾，好犀利嘅。呢個國家真係嗰啲潛力啊！就係只不過咧就行咗衰路。搞咗啲咁嘅，即係等於中國一樣嘅。你話中國冇共產黨幾好啊？幾年咋即係嗰個所謂鄧小平搞幾年咋？即係叫個共產黨行埋一邊啦。你冇俾人自己教做生意。中國過去嗰20年啊，唔係因為共產黨喎，因為行共產黨靠邊站，然後嗰啲俾翻中國人做生意，你睇搞到好到不得了。但係又忍唔住共產黨，跟住又搞個習近平出嚟，又係炒和晒。即係一模一樣嘅。如果伊朗嗰班神棍咧，如果阿 Trump 可以擋住佢哋，唔俾佢哋插手個經濟，又真係有人民同埋文人政府搞嘅話咧，伊朗閒閒地乘2乘3，一啲問題都冇。佢而家如果正常嘅話，一日可以賺5億啊！你諗下幾犀利？石油係大生意嚟嘅，即係我哋香港做嗰啲叫辛苦生意。石油嗰啲係風流生意，係咁以地下點泵錢出嚟？你灌啲水落去地下就射啲銀紙出嚟喎！哇，邊有咁過癮嘅？真係，所以唔係阿 Trump 就識得睇啲，因為佢生意人咧知道大家咧，不如咁啦，暫唔好打啦，大家睇住個利益啊，咁個利益分得好咧，咁就唔打噶啦嘛。咁過癮喎，人人都袋錢。打乜嘢啊？咁變咗嗰啲主戰派咧，就變咗居下風啦。成日永遠都係嘅。如果大家都賺錢，邊個係願意打仗嘅？咁佢阿 Trump 而家就係意思咁樣。嗱，我俾咗穩定你，然後咧我投資埋都得，投資埋得，但係你一定要咁喎。我軍隊係睇住你，唔俾你作反，等人民可以自己咁樣搞。佢國家有資源啊嘛，佢全世界第3大嘅儲備喎，你講玩啊？委內瑞拉第1大，第2就唔知邊個啦，好似俄羅斯或者沙地阿拉伯，第3就係伊朗，不得了啊！呢家國家苦到即係搞成咁啊！真係，即係阿 Trump 咪睇到，明我哋做生意嘅人睇到呢個投資嘅話咧，每年閒閒地30-40% 嘅回收。即係嗰個利益，你譬如投資100蚊，每年咧賺30-40蚊。但係而家大家會擔心一樣嘢，就係話佢會唔會再反口咧？過往唔係佢嗰班人咧，嗰班革命會者肯定，咁唔係反口，佢不嬲而家要打落去。咁呢班而家要阿 Trump 要點樣利用呢班文人政府，佢都有佢哋嘅軍隊嘅，就嚟制服呢班所謂革命護衛隊。又要想辦法要啲人民起嚟，又要制服，然後嗰邊咧庫克達人又嚟制服，然後美國啲嗰啲軍艦咧唔係全部一部分唔走，你喐親咧我就揾美國嘅辦法就射你。咁佢呢個美國咧
你睇到咧，你知道咧，美國基本上毀滅咗佢嘅海軍、空軍，所有佢嘅雷達所有嗰啲軍用嘅設施基本上毀滅咗，所以佢係可以做到小破壞，但係做唔到大破壞。咁美國咧，即係你一邊路做咧，我一路用控制住你你一唔得咧，我就直情又炸你，又炸你，又射你咁樣樣。咁美國就係咁樣，咁呢個係好痛苦嘅，呢啲咁嘅管理係好複雜嘅。即係當然你就炸平咗佢就走人啦，唔使理啦，係嘛？但係阿 Trump 咧，佢咧就有呢個咁嘅諗法，即係佢生意人嚟嘅，點樣樣攞伊朗發揮咗佢嘅嗰個所謂嘅潛力同埋嗰個成個所謂造血即係等於製造財富啦。點樣發揮咗，然後等佢大家人咧，佢追求呢樣嘢咧，就唔追求嗰個恐怖分子啦，唔追求嗰啲咩原子彈導彈咁嘅嘢。咁人係咁樣嘅。如果人見到好到不得了，俾外援打仗正常嘅人冇人願打仗。咁當然永遠有一班人係好激嘅，即係等於中國一樣啫嘛。以前你睇嗰陣時咧，義和團都係嗰班好激噶嘛，就卒之咪俾八國聯軍砌到佢冧咯。咁然後咧，咁之後咧就中國嗰陣時咪進入去改革開放啦。不過咧就係即係清朝命短嘛，中國嗰陣時都係俾八國聯軍砌完之後咧，就乖乖地慈禧太后就支持啦，話要改革啦，要維新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咧，實際呢啲極權主義都係咁樣。你平時人叫佢冇用嘅，佢自己唔會做，就係靠要美國咁樣就制服佢，即係騎喺佢頭上，咁咧就逼佢做呢樣，逼佢做嗰樣。咁只有美國做得到嘅啫，其他嗰啲歐洲邊度做得到啊？又有咁嘅財力，又有咁嘅軍力，你又要咁嘅理想喎，好鬼麻煩噶嘛！次次佢做啲衰嘢，你又吹雞，又要乜嘢去炸佢。咁呢個咁複雜嘅嘢，老實講，美國人唔做呢啲嘢嘅，係 Trump，即係佢當係生意咁樣。咁呢啲係叫做管理學嚟嘅。呢個管理學，其他嗰啲政治家唔識噶嘛。阿 Trump 呢個人咧就好懂得管理嘅，佢喺 New York 佢自己嘅生意管理得相當好，真係。一啲都冇漏洞嘅，全部因為我住佢啲樓知啊嘛，佢下邊班伙計非常之聽話，完全講嘢句講嘢都係好嚴謹嘅，管理咧冇漏洞。但係有啲聲音就覺得，如果佢就冇咗嗰個對伊朗嘅制裁啦，咁伊朗會自己偷偷地咪整多啲飛彈導彈嗱，話俾你聽，聲音即係講到最後，呢啲聲音好多多到不得了。聲音大家知啦，淨係你哋法輪功裏唔知幾多把聲音。講到最後，邊個係要承擔責任？嗰啲至係關鍵啊嘛。咁美國又要出兵喎，係咪？又要成個風險咧，成個油價石油價錢同埋成個國際嘅經濟佢有嗰個所謂，佢要負責啊嘛，佢要負責。咁咧跟住咧，嗰班中東嗰班其他嘅國家個海波斯灣裏邊嗰8個國家，佢哋又係俾你封住嗰個我可以話是佢哋有利益相關啊。其他講嘢嗰啲無關嘅，嗰啲出唔需要聽，嗰啲係噪音嚟嘅。同有利害相關嘅咧，係唔係好多人？嗰班歐洲佬都唔關佢事㗎，佢哋話咯，呢場仗唔係佢哋，真係唔係佢哋嘅嚇。但係阿 Trump 咧就為咗大家係北約嘅，為咗國際和平咁就鬧鬼佢哋啫。實際正式有關嘅美國既然出得兵，以色列有關嘅，所有嗰啲中東嗰班阿拉伯國家呢啲係有關嘅，佢哋嘅意見至係值得聽嘅。我哋唔好係人都聽幾百個聲音有呢有路，佢都冇即係同佢無關嘅。呢件事同佢個利益無關嘅，你明唔明啊？同佢利害無關，嗰啲意見唔值錢嘅。最緊要就係聽呢幾個有關利益有關嘅人睇佢哋嘅意見。以色列唔開心因為以色列咧同佢世仇要消滅佢。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大家如果美國幫埋佢消滅佢咧，其他嘢唔使做啦。咁呢邊亞洲呢邊都唔使啦。要一日喺嗰度纏住有排拖嘅。如果你話要消滅佢你就喺中東有排拖。美國咧而家話保護我哋第一島鏈太平洋保護你哋台灣啲嘢唔使做啦。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睇唔睇到啊？佢呢個問題咧，即係以色列就係想消滅佢，阿 Trump 咧就係想控制佢，即係大家嗰個出發點唔一樣。所以咧，你個問題咧，你講到最後咧，嗱，美國嘅責任係乜嘢咧？美國唔俾你有原子彈，因為你可能摧毀其他國家啊嘛。第二，開放嗰個荷爾莫斯，其他嘢唔係話唔重要，但係次要。你話人民嘅自由啊，呢樣嗰樣係咪？而家人民而家好慘㗎，啲伊朗人好慘，同埋咧嗰班改換政權啊呢啲咁嘅嘢咧，呢啲係次要。第一就係唔俾佢做原子彈，第二要開通個荷爾莫斯，其他嗰啲全部次要，可以一步一步嚟嘅。但係呢兩樣嘢，佢一定要做咗先。先有先後嘅，做嘢要先後。咁你話伊朗人呃唔呃咧？即係唔係所有伊朗人呃？呢班革命會隊會唔會反口咧？一定反口。咁你就要諗辦法點樣制服佢咯。如果唔係咧，嗱，只有兩條路。要咧你就炸晒佢成個國家，咁你就走。咁呢個一條路啊，係嘛？要咧你就繼續同佢喺度咁拖拉戰落去。嗱，嗰個點解美國嗰陣時咁慘咧？伊拉克同埋阿富汗，你叫佢走嗰陣時幾狼狽啊！佢呢咪拖拉戰咯，又唔打唔完嘅仗，咁美國人而家阿 Trump 就係知道呢啲問題啊嘛，佢而家就係佢願意唔出兵拖拉，唔出錢同你係咁控制你，但係用佢嘅辦法，用美國嘅實力，美國金融嗰度，而家唔係淨係海峽封鎖啊，金融封鎖嘅。